大家的好生活。封面上有好多開心的笑面，仲有高樓跟飛機。我們現在的生活為什麼會變得更好呢？讓我們一齊翻開故事吧。什麼是4個現代化呢？就是讓我們的農業、工業、國防和科學技術都變得更先進。改革開放就像一場神奇的魔法，讓國家一天比一天更強大。以前種田大家都好辛苦，但係都未必食到飽飯。之後政府為咗讓大家有自己嘅田，農民爸爸說：哇，這是我哋嘅田，我們要更努力。大家流住汗，努力工作，收穫咗好多糧食。而家每個人都能食到飽飯，身體壯壯。以前呢度只係一個安靜暗暗的小漁村，只有幾家小船。魔法大門打開後，呢度變成了經濟特區。你看，小漁村變成了閃閃發光的大城市，到處都是高樓大廈，這變化係咪好神奇呢？以前的山灰灰藍藍，而家嘅山咩色都有，係好靚呢。以前去啲地方仲要好遠喎，行路仲要行好耐，踩單車都要踩好耐。而家有咗高鐵和飛快的小汽車，火車跑得比風仲快，去邊度都好方便。我哋一齊學火車嗚嗚的聲音，出發去旅行吧。以前的戰士守衛邊疆非常艱辛，而家我們有強大的軍隊保護着大家，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平平安安地生活。以前的工廠裏，工人滿面灰塵，用手辛苦地敲敲打打。現在工廠變聰明了，有厲害的機械人動手就能做出漂亮的新汽車。而家嘅生活真係好方便，小朋友可以用電腦連接世界，出門仲有跑得飛快的高鐵。不管是農民、工人、士兵還是醫生，大家手拉手一起努力。4個現代化讓我們的生活變呱呱。